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叫阿 John，係金粵國校園版嘅代表。今日為大家介紹翻金粵國校園版嘅一啲嘅特色啦，同埋裡面有啲咩書好睇啦。首先講翻第一個特色咧，就係我哋一個叫全書庫開放嘅平台，係啦。個意思即係話咧，裡面有幾多書咧，同學同老師都可以睇嘅。無論依家有嘅書啦，抑或將來新加入去嘅書咧，老師同同學都可以睇嘅。咁依家喺我哋嘅書庫裏面咧，已經有超過4000本書，咁啊嚟自50家唔同嘅出版社咧，就提供俾我哋嘅。咁同時間咧，我哋亦都會記錄翻同學嘅閱讀時間嘅喎，係啦。以秒為單位啦，咁由你打開嗰本書咧，以至到你離開咧，咁我哋咧都會記錄翻呢個閱讀時間嘅。咁所以咧，老師咧係會知道你哋咧睇書睇咗幾耐嘅。咁當然我哋嘅書咧，亦都係唔限制你同一時間有幾多人去睇同一本書，亦都唔需要借同埋還嘅嚇。咁所以咧，相當方便咧，就你哋去進行一個閱讀嘅。咁第三個特色咧，我哋都希望咧喺個閱讀嗰度咧，可以幫助到同學咧喺嗰個語言學習嗰度嘅嚇。咁所以喺我哋裏面所有嘅書咧，只要你可以選擇到文字嘅咧，都可以讀出聲嘅嚇，可以以廣東話啦、普通話啦，或者係英語啦，就去讀出嚟嘅，係啦。你哋可以揀段落啦、字詞啦，或者句子啦，甚至係一啲嘅全篇朗讀啦嚇，咁都可以做得到嘅。係啦，另外咧，亦都係同學咧可以透過錄音咧，就將你對嗰本書嘅感受啦，以至到可能去朗讀一啲嘅佳詞佳句啊、句子啊、生字啊，去俾翻老師知道你嗰個發音正唔正確，説話嗰個技巧好唔好啊，咁都可以做到嘅。咁亦都除咗用説話咧，亦都可以用文字嚟表達嘅。你可以將啲字詞句子啊，或者你對嗰本書嘅感受啊，就用文字咧就去打翻去，俾老師知道，亦都可以嘅。咁當然啦，呢啲就按翻學校嘅安排咧就去做嘅。同學亦都有自己嘅個人書架啦，就可以將你哋從4000幾本書裏面咧一啲自己中意睇嘅書咧，就擺喺個書架嗰度。亦都可以知道個閱讀進度啦嚇。咁亦都可以隨時入嚟咧，就可以睇翻我就嚟睇完呢本書啦。咁我可以繼續睇翻，就直至睇完為止咁樣。同學亦都係好清楚咧，自己個閱讀嘅情況嘅喎嚇，你會知道你睇咗幾多本書啦，閱讀咗幾多個小時啦，同埋咧就係有幾多個報告交咗啦，咁呢啲都可以喺嗰個我的帳戶裡面睇得翻嘅。咁當然啦，講開書咧，就係喺個裡面我哋嘅書個量咧實在太豐富啦，所以各類型嘅書小説啊，一啲嘅散文啊，一啲雜誌啊，其他唔同嘅類型咧喺裡面都揾到嘅，所以梗有一本咧就啱你睇嘅。詳細講下啦嚇，尤其是中華文化系列咧，我哋就將一啲古典名著咧，佢哋嘅封面咧重新設計令到大家咧對呢啲古典嘅名著就有一個重新嘅體驗。除咗封面之外咧，我哋內頁咧亦都加插咗好多人物啦、場景啦、造型啦，就希望咧大家睇書嗰時候咧就更加了解作者想表達嗰種意境啊，或者嗰種意思嘅。特別介紹兩套書啦嚇，《西遊記》同埋《三國演義》嘅英文版，仲要係漫畫嚇。我相信《西遊記》同《三國演義》大家都好熟悉㗎啦，故事。但係用英文嚟睇咧，又會係點樣咧？一定好有趣啦。特別一提，你會見到咧，嗰啲漫畫就唔係大家見到嗰啲卡通，而係真係咧都幾有畫工、幾有畫風嘅一套漫畫。因為咧背後執筆嘅兩位咧，就係由兩位好著名嘅中國漫畫家咧就負責執筆。咁所以你見到咧個畫工都幾好嘅嚇。而翻譯咧就係由一間韓國嘅出版社咧就負責翻譯嘅。呢個中韓嘅合作咧，大家都可以睇睇嘅。另外除咗古典小説之外咧，近代文學咧，我哋亦都同出一節全新嘅封面設計啦，就令到大家有全新嘅一個感受啦，去睇翻。我知道好多初中啊或者係高中啊都有佢哋一啲嘅呢啲作家嘅作品作為閱讀材料啦，係甚至課文啦，咁大家都可以喺裏面重溫嘅。特別介紹阿龍啦，我哋一個香港嘅作者啦，佢基本上佢全套嘅書喺我哋裏面都揾得到嘅，咁相當精彩嘅，大家可以睇睇。講歷史，我哋有呢套中華上下5000年嘅漫畫系列啦，由三皇五帝一路講到清朝，亦都相當得意啦，相當之精彩嘅。
咁啊，講起歷史咧，呢套《朝讀四千年》就不可不提啦嚇，因為咧佢係將呢個大家耳熟能詳嘅故事同埋史實，即係歷史嘅事實咧，作一個對比同埋澄清嘅，咁啊相當精彩。特別我推介呢個第五集咧，就講呢個三國時代。究竟係《三國演義》講得咁精彩啊，定係話咧歷史背後咧周瑜啊、諸葛亮啊、張飛、關羽佢都有另外一個故事咧？咁大家可以睇睇啦。咁啊，英文小説喺我哋裏面咧，亦都有一個相當多嘅數量嘅，接近1000本嘅，包括一啲電影嘅原著小説啦，包括呢個獅子女巫魔衣櫥啦，呢個就好多同學都以為係白雪公主喎，但係咧其實咧佢係魔雪奇緣嘅原著嚟嘅。咁啊，當然白雪公主我哋係有嘅，喺裏面有佢嘅原著嘅，大家睇完套戲咧可以入去重溫。咁亦都有美人魚啦，咁啊除咗呢啲嘅電影原著小説，亦都有啲學英文嘅書啦，譬如 No More Chinglish 啦。不再詞窮啦，就係 Amen Chu 先生嘅作品。咁仲有其他幾本書都係講學英文嘅。咁另外一啲世界名著就係例如《雙城記》啦，《八十日環遊世界》啦，《Peter Pan》啦咁啊，《小王子》同埋《綠野仙蹤》喺我哋嗰個平台裏面都有中文版同英文版可以俾大家揀嘅。咁啊，除咗小説之外，亦都有一啲其他科目嘅書啦，例如經濟科啦嚇。咁特別推介呢本《文青經濟學》咧，就係講文青呢個現象咧，點樣養活咗好多唔同嘅商戶啦，同埋啲商業嘅現象嘅。咁啊，其他科目以至到音樂科咧，我哋都有書可以俾大家睇嘅。咁啊，有啲關於旅遊同勵志嘅書啦嚇，特別推介呢本《跑在黑暗找到光》嚇，咁啊講述一個視障跑手咧，帶住佢隻導盲犬咧，就跑勻晒世界咁多個馬拉松嘅賽事，咁相當勵志，亦都個過程亦都相當感人嘅。咁啊，生活與健康養生嘅書都有嘅喎，咁啊，亦都有老師表達咧，呢本壞姿勢嘅書咧，好多同學咧就跟住佢裡面嗰啲姿勢去坐姿或者係行路嘅姿勢瞓覺嘅姿勢，咁啊正確地去用咗之後咧，真係精神咗喎，亦都健康咗喎個人，咁大家可以試試嘅。咁有啲關於寵物啦、興趣嘅書啦，咁紀念歌大家都熟悉啦，咁呢本《猶豫人生與手機對焦》咧就講述點樣可以用你個手機咧拍出一啲大師級嘅作品啊，大家可以睇睇喎。咁雜誌啦，我哋裏面亦都有可以俾大家睇啦，係啦。咁小説啦，係啦。咁衛斯理系列咧，我哋喺裏面咧，除咗有原著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呢個叫漫畫版嘅嚇。咁呢套如果大家有熟悉大偵探福爾摩斯嗰種嘅表達手法咧，佢就係用呢個表達手法噶啦。咁可以大家去睇睇嘅，亦都相當受學生歡迎嘅。咁有啲嘅熱門書啦，或者近期出版嘅書啦，例如《在地上遇見天使》啦，黃翠如小姐嘅作品啦，劏房大狀啦，手術刀下的生死時刻啦，都好值得大家睇嘅書嚟嘅。咁講完咁多書咧，都為大家介紹10本喺過去嗰一年咧最受中學生歡迎嘅書籍。咁第10位咧就係呢本叫《黑色信封》神秘組織與殘酷遊戲的陰謀。咁呢本書咧好有韓劇嘅風格嘅，咁大家可以睇睇啦。咁小王子嘅中英文版咧，其實都好受同學歡迎嘅。咁《西遊記》頭先都有介紹過啦，漫畫版咧就真係好受同學歡迎嘅喎，咁令到佢咧就成為第8位最受歡迎嘅作品。咁第7位咧就過程，就好多中學咧中意中文科咧中意揾佢嚟咧就做指定閱讀嘅。咁另外呢一本咧係來一場文學散步啦，可樂先生嘅作品啦，亦都係好有趣地，即係點樣喺散步當中散發出嗰種文學嘅氣息，咁大家可以睇睇。陳志堅先生嘅《紅豆糕歲月》啦，亦都好多中文科老師好中意作為指定閱讀嘅一個作品嚟嘅。咁呢本《一瞬煙火》咧，個作者就係紫砂，係啦，咁佢亦都係劏房大狀頭先介紹過嘅一本書嘅一個作者啦。咁呢本書有8個分開嘅故事啦，當中有牽涉到親情啦、友情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呢本書嘅。咁跟住1米48就相信好多初中生都有睇過噶啦，講述點樣一個升中學嘅學生點樣由1米48變做1米84，咁過程當中咧，相信好多同學都有同感嘅。第2位咧就係頭先有介紹過嘅一個作者阿龍先生嘅作品，咁佢嘅古典金趣中國人的幽默咧就都真係裡面嘅文筆表達或者故事都相當精彩嘅。第1位就係千萬不要乘往堅尼地城的137號死亡列車。咁大家冇俾佢個書名同埋封面呃咗，係一個
恐怖小說，其實咧佢係一個懸疑、奇幻同埋偵探嘅一個故事嚟嘅。咁啊，裡面咧嘅文筆好容易明白啦，亦都故事亦都係好緊湊啦，好值得大家去追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呢10本書啦，亦都可以睇下其他大家啱睇嘅作品嘅。咁啊啲嘅新書啦好似呢本《中國驕傲》就係講述中國金牌運動員選手嘅故事嘅。咁當中有郭晶晶啦亦都有全紅嬋啦咁大家可以睇睇啦。咁呢本叫《了不起的中國科技》，就為大家介紹高鐵、火箭同埋衛星嘅一啲嘅冷知識啦，或者一啲嘅即係有趣嘅事情嘅。亦都包括點解升火箭要喺個地方升咧或者火箭一路升空，一路有嘢跌落嚟，會唔會砸親人㗎？咁跌落嚟嘅嘢去咗邊啊？咁大家可以喺呢度可以睇到嘅。咁新書咧，我哋陸續會上架嘅，咁所以咧，耐唔耐咧，你會見到一批新書㗎啦。咁我哋嘅平台無論你用平板啦、電腦啦、手機都可以睇到嘅。咁平板同手機咧，你可以下載一個 App 去睇嘅，係啦。咁我哋亦都支援喺香港啦、澳門啦，以至內地咧都可以睇到喎。咁只要下載我哋個應用程式叫做金粵國校園版或者到我哋嘅網站3個W.SJRC.club 咧就可以睇得到噶啦。好，去到呢度咧，我都為大家示範下究竟個平台點樣操作或者裡面係點樣去登入咁樣嚇。咁大家登入到呢個SJRC.club 呢一個版面咧，就係一個登入嘅版面嚇。咁大家可以用大家嘅登入同埋密碼進入啦。如果大家學校有用 Gmail 咧，或者係 Google 嘅 service 咧，就可以直接咧，用你哋嘅 Gmail 咧就登入去噶啦入咗去之後咧，呢度就係第一版咧，就係學校會根據同學嘅身份咧就推介一啲書俾你嘅，係啦。咁可能每個同學都有唔同嘅。再落下邊咧就係你哋同學之間最花時間睇嘅書呢個會出咗一個受歡迎嘅榜嘅。再落下邊咧就係我哋最新上架嘅書就可以呢度睇到啦。咁大家如果想睇書點樣做啊？咁譬如我想睇呢本白雪公主，咁我唔需要借亦都唔需要等候，撳入去就睇到。一入去咧，你會見到呢個咧就即刻去咗你上次睇到個頁面咁你可以去進行閱讀啦咁頭先都講過咧，其實大家咧可以用語音咧就去聽書㗎喎咁我哋可以揀咗你想聽嘅句子啦，然後揀翻我用英文啦咁就可以播放啦。When it was morning, little Snow White awoke and was frightened when she saw the 7 dwarfs. 咁你見到可以揀男聲啦、女聲啦、速度啦都可以嘅咁頭先講過，如果你有啲嘢想表達俾翻老師知道我睇咗呢本書啦，或者我有啲咩感想咧，你可以撳呢個閱讀感想用語音係啦，或者用文字去表達都可以嘅。咁睇完之後就出翻去啦咁頭先都講過，由你入去嗰刻以至到離開咧，都會記錄咗你嗰個閱讀時間嘅，係啦。咁我除咗喺頭一版可以揾我中意睇嘅書咧，我仲可以去呢個圖書檢索呢個位置嘅。咁你可以按照翻我想睇翻呢個唔同嘅科目啦唔同嘅圖書品種嘅類別啦同埋呢個價值觀教育啦或者作者出版社咁你都可以按照呢啲咧就去揾你自己中意睇嘅書嘅，係啦。咁如果我揾到一啲書我中意睇嘅咧，我亦都可以將佢咧就加入到我的書架喎。譬如我想睇呢本我們不懂電影，係啦我想將呢本書加入書架咧，你就撳翻呢一個掣，係啦，加入書架，係啦，咁佢成功咧就將你中意睇嘅書咧就擺咗喺呢個書架入邊啦咁你就可以喺度去慢慢去睇你嘅書啦，亦都見到嗰個閱讀嘅進度係幾多啦，咁樣係啦。咁當然啦，你睇完嘅書頭先所講啦我哋咧有個記錄嘅喺我的賬戶嗰度咧，就好詳細記錄你睇咗幾多本書，睇咗幾多個小時嘅書，交咗幾多個閱讀報告，咁喺呢度都睇到嘅咁詳細撳入去咧，更加詳細睇到我睇咗啲263本書，究竟係咩書嚟嘅咧我幾時就睇多啲，幾時咧就冇咁積極，咁呢度你都可以睇得翻嘅咁所以咧，成個閱讀體驗咧就係咁簡單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係收到你哋嘅賬戶之後咧，就可以登入去享受你哋閱讀嘅樂趣，係啦。咁今日嘅介紹就咁樣，咁多謝各位同學嘅留心。